今年伫台中举办的台湾灯会，结合着大量的原住民的文化，嘛有文创单位甲手工艺品 DIY。整齐舞步加上节奏轻快音乐，舞者伫特别设计部落客厅来跳舞。这是2020台中灯会原艺高响灯会特别表演。 这次的台湾灯会结合原住民文化，除了歌舞表演，嘛有台湾16族甲南土语系原住民族乐器当作主题，透过特殊的装置艺术，让民众了解原住民文化。 可以听听原住民乐器的音乐声，那也结合了艺术家来制作5个艺术灯组。 每一个大型的灯饰背后拢有一个小故事，亲像是分白，就是罗凯族的精神代表；若是小做原住民的，就是咧对着白鹿，才奠基到这外潭的传奇故事。除了香灯以外，还佫会使来设一个文创的单位，展期是对2月7日到2月23，欢迎大小朋友做伙前往。